历代交流协会前会长大桥功夫退休了后，新任的会长是企业家出身的余小山来接任。最近来台湾访问，早嘛甲总统赖清德见面。赖总统是望讲台日的关系会当有如何的发展，为印太地区的和平甲繁荣做出愈侪贡献。余小山嘛承诺讲会全力来推动台日关系。参加台湾代表性水果往来文旦会联果行政院长杜荣泰接待上金岛第一摆来的日台交流协会新任会长吴秀山，要互对方感觉温暖，也希望继续强化各层面的代际关系。加速的促进台日经贸的合作，是否努力我们来签订台日自由贸易协定 FTA 或是经济伙伴协定。希望代志经贸交流更进一步，因为吴秀山是企业家出身，过去当年伫工商领域甲台湾经济互动。前几日总统赖清德也甲伊见面，特别讲到伊用脑子道德经内底上善若水，做回作秀明。如果世界各国领导人都能够和与会长一样，秉持上善若水的精神，来处理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相信世界和平自然水到渠成。その根底にありますのは、調和を求める、いわば和の精神が流れている。このような日本と台湾の信頼関係は、基本的価値観が揺らぐ世界に向けた一つの貴重なメッセージとなっていると私は思っております。吴秀山讲，即马国际环境真无稳定，有部分国家是要用武力改变现状，强调代志必然应就各项挑战，加强合作，互相集思广益。同时，华府对口座谈，用中共对待威胁为题。有学者认为，各国应该重视咱的主权独立的现实。The United States' ultimate bottom line in the China-Taiwan situation is that we resolutely oppose to any side to use force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Status quo is independent, sovereign Taiwan. 伊无准被看作是川普1.0时期的中国政策重要地龙。对最近美国国务院表示，日前历史文件无决定台湾最后的政治地位。美国毋捌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毋过以前无明讲，即嘛是中央逼美国表态。记者综合报道。